女孩居然在自己家里养了一只吃人的大怪兽。为了防止怪物逃跑，她用绳索和铁链制造了一个机关，牢牢地将怪物控制起来。本以为能驯服这只巨人怪兽，可每次女孩只要一靠近，巨人都会试图将它吃掉。但这个巨人似乎也有一个弱点，只要将天窗上的阳光挡住，他就立马打起了瞌睡，随后慢慢地沉睡过去。可当再次将天窗打开后，巨人立马就会清醒过来，并且再次对女孩发起攻击。为了让巨人老实一点，女孩拿起长矛对着巨人的眼睛就戳了过去。虽然巨人疼得哇哇大叫，但女孩并没有就此停止，而是再次举起长矛对着巨人的心脏就扎了过去。这一次巨人疼得龇牙咧嘴，随后就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女孩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巨人，她以为怪物已经被自己杀死，可就在上前查看时，原来巨人拥有不死之身，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，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痊愈。而女人圈养巨人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找到杀死巨人的方法。原来在100年前，岛国出现了一群近100米高的巨人，他们以人类为食，差点把整个岛国都吃灭绝。幸存的人类为了阻挡巨人，建造出了3座比巨人还高的围墙，以此才阻挡住了巨人的进攻。就这样，人类在巨墙内生活了100年。可直到这天，巨人再次冲破了外层的高墙。紧接着，所有巨人一拥而上。虽然士兵的炮火阻挡了巨人的脚步，但他们拥有不死之身，很快就再次站了起来。人类在巨人的手中，如同鸡仔一样被吞进了肚子里。为了保护幸存的人类，元首组建了一支杀怪小队，而女人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她提议先找到巨人的弱点，才能彻底将其杀死。可队长却不相信女人的话，无奈之下，女人把队长带回了家中，而她的家里正囚禁了一个巨人。虽然巨人被牢牢锁住，但这也让队长大吃一惊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平时看着乖巧可爱的眼镜妹，居然会养了这么一个大怪物。为了研究出杀死巨人的方法，女人尝试了很多次，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可她圈养巨人的事情却被长官发现，长官认为巨人非常危险，如果一旦跑出去，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于是他立刻拔出大砍刀，准备把巨人彻底杀死。可女人却挡在了面前，她不想让自己的研究白白浪费，但长官坚持要杀死巨人。此时巨人察觉到了危险，瞬间变得狂躁不安。只见他一个猛烈的冲击，直接挣脱了束缚。眼看巨人张开大口，对着女人就咬了过去。好在长官眼疾手快，把女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。可女人却偏偏不信邪，她不信面前的巨人对自己没有感情。可下一秒就被巨人一把抓住，随后慢慢的往嘴里送去。危急时刻，队长绑上绳子，拿出几乎有50米长的大刀，借助机关的帮助，直接飞到了巨人的肩膀上，对着后颈处使劲就是一刀。也正是这下意识的一刀，竟然直接将巨人砍翻在地，最终彻底的失去了生命。终于在最后一刻，他们终于发现了巨人身上的弱点，只要攻击他们的后颈处，就能彻底的打败巨人了。